1、2、3、4、5、6、7、8图1、2、3、4、5、6、7、4拍走1、2、3、4图1、2、3、4、4拍1、2、3、4图1、2、3、2拍走1、2吐2、1、2吐2，哈哈哈哈！所以请大家，就像我说的，请你们一定要 enjoy。如果你们没有乐在其中，我们所有的大人都要哭了，因为我们就是希望你们开心、你们快乐，所有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非常 enjoy 这件事情，那以后就会变成我们10年后、20年后、30年后的最好的时光的节目。OK，好，预备，起，早早新一节，加油，加油，加油！操作喜剧节都教你已经是提醒人，为得到的是无乜嘅东西做得太嘅长存热情。好，让他支持。我也是17岁，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很感动。已经唔嘅呢條東西，唔過伊全面做得用長存有一個勇敢嘅開始。也咩軟劇團選的家鄉是已經演繹。I want her the song someone like you。行到了，有幾多嘅海水無行到了。有命都嘅河巴無行到了，有看到嘅長山無，有看到北風上岸嘅小山行到了。吼嘿吼吼，台灣啊！吼嘿吼吼，大家報道無？吼嘿吼吼，台灣啊！吼嘿吼吼，阿妹想。东山海域因为冇受到工业的污染，还有外山林作为保护，故此俩单位啊，喺鹅啊生长当好的地方，因为产量差不多有几万斤了，喺全台湾嘅1/3按多哦。唔多俩人看到，那全部喺鹅啊的地方，还有一太早啊3万大兵嘅人啊，故此喺俩单位按到鹅啊的故乡。大哥对家好。咱即看到这几个拢是饲鹅仔哦。拢是生鱼哦。哦。像今仔天气遐尼寒啊，遐尼寒，敢袂使加困一下来。会冻啊！是啊，你来看迄个潮水的关系，都买透早来厝。有乌的乌卵，留一般人青苔无穷用，就会甜甜海水的喜乐，唔系甜甜日头。故说就算喺海风寒入骨的寒天，所以海浪唔系动态，就会落海去顺乌的天。海口人讲，拄风渐影本来就是讨海人的饭碗，所以风影搁较大，吞都袂赴啊，哪有鸡通好吐出来拍算？阿宗兄讲，海风黏黏咸咸，吹起来唔是真清爽，但是风口一拍，规工就有拍拼的感觉。是这样，鳗鱼苗不是说会自己游，所以这边有在捕。它有啊，它下面有一个网子，它就是给它围起来啊。今天的鳗苗很贵，对不对？对啊，一尾差不多170、180，一尾170、180。对啊，所以这样可以抓很多鳗苗吧？今年就是比较少啊，比较少，所以用这样抓。比较贵啊。170、180，好贵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棚架啊，这是我们在养的那个浮筏式的，这个是浮筏。那像这边这个呢？它就是平挂的。浮筏是一串这样子的吗？对。那平挂的呢是这样子，然后在中间这样。对。哦。那浮筏式一般都是没有涨潮的关系呀。那你平挂就是有那个涨退潮的关系呀。平挂是有涨退潮的。因为你要退潮才可以出去工作啊。哦。那你我有听说过要搬家。搬家对，搬家就是从平挂的时搬到浮筏式。所以它比较小的时候都在平挂。
我们原先比较是从平挂的，然后它就比较小，不会大。無論係平雕，也係浮雕嘅煦學嘅方式，其實同天內當嘅農業種法無乜嘅差別。就係學嘅字啲生長初期，用較盤嘅平雕來煦，等到較大嘅時節，就天作會使到較深嘅外海，因為含較多嘅浮游生物，做得加強學嘅生長。也就係學嘅農當然會做嘅事情。这个是我们鹅阿沙洲，欢迎各位客人光临。你像你咧分荷栽，你就是要有小寡头水，你唔免你身上加咧用。哦，伊个就是鹅苗，鹅苗迄种，这就是鹅苗，这个是鹅苗，看无咧。啊，就是有啊，这就是拢鹅苗。哦。啊，你要当时鹅苗做济时，你要做重都歹处理。哦。这一工来正做的时阵，爱做偌久？爱千几条。爱弄千几条，所以嘛是爱看潮汐的时阵做。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啊。哦，所以安尼一百10条就变安尼了对吧？啊，一摆过来顺意的时阵爱偌久来？无啊，你要看你有用无啊？你有用，你就是爱挂有长伊无，有倒伊有迄无啊？稍等一下，我看哪边比较。这里啊，来拍这里，这里好大。泰國講，學嘅田老禾嘅田，同樣冇有蟲嘅開，同樣有自然嘅損失，像係來流嘅沙嘅會吞噬學嘅籽，學嘅路會阻塞學嘅田度嘅學嘅籽。迄講禾田發現蟲害做得噴農藥，不過學嘅田嘅蟲害是做得用樹一粒一粒來驗。一般我们是有用夹子在夹，所以它会藏很里面都有。对啊，还有的比较小，你要在看，有当时有那个打开，像你这个刚才有打开的就有。哦，这个也有这个。这个啊，伊唔是拢做大粒的，有做小粒的呢。那这个可以来当轻松哦，没有，我蛮的可以哦。你看，大家啊，你就按用应变，我看清楚来。有冇？你就当重的啦。大哥家内底还有鱼啊呢。有啊，那嘛有鱼啊嘛有啊。这只是啥？那有一款这款鱼啊，带我给抓起来者。啊，无呀，反正凊彩做就按太粒啦，还有鱼的，还有摸海，全部放喺入去度。咱去烹调好。盐两生足济咧。系啊。哦，这个收大粒吧？有的比较大粒的。哦，唔讲啊，全部按太粒。啊，这做吼，我这安尼做无5分钟，我腰酸啊，恁袂吗？啊，下嘛是爱做，下嘛是爱做吼。嘛是爱你啊，你无你爱就蚵仔食死了你啊。蛮爱习惯，啊，所以今仔天气算好诶。你若讲搁较寒啊，搁有风，搁有雨，真正，这莫讲天气啦。你讲天气偌好，像今仔安尼，你一粒一粒安尼冰完的时阵，你徛起来的时阵腰拢出袂直啦。对啊，这辛苦，真是咧动辛苦。哦，这重哦，这有够重啊！重就表示这条蚵仔水啊。这重，你话这条就较无。对哦，真诶，真诶咧，甲大哥讲的哦。较长的吧，可能就无学咧设计。成长有在成长。在成长中诶，其实他动咧胎的时间哦，就无学咧。啊，去较强的就学咧速度。这就是拢爱个搬家，伊开个大。3-4點鐘下來，安尼是完成了平雕學嘅田嘅初步工作。不過，為到啲下注起風以前，老學嘅字曬到外海，一啲嘢都冇好了，坐定竹排，安尼水灌到外海嘅海灘學嘅田。愛幾個？過來無？這個愛咯。免咯。哦，这个今摆是要创啊？这个收转去哦。啊，这已经好啊。这伫遮待偌久啊？对哦。嘿。挂单好几年了。哦，同床啊！哦，好重哦。先看一下。哦，你看。较肥啊，这边比较肥啊。这家你算大粒不？算袂歹啊。这算袂歹。夏天还比这个还大。夏天更大。安尼我下面就要加伊啊。这拢咱家己的。哦。哇。有啦，拢家己饲的啦。吃下去。这个吃下去哦。很难的呢。啊。真的很好吃哎，真给懂好吃啊，另外好吃。满回是周 C 就硬吃，
那个先拿去洗啊。先拿去洗哦。加当哦。真重，有够重，4分个重啊！就像人生起起落落，学的农嘅生活要完全遗失老天宫，行家对读学的字，出题学的路，顺学的堂，西味所都菜蔬，學的農嘅頭路對推特班嘅潮水都來了期間，差唔多無歇困。菜蔬過後嘅太學嘅，直接都竹排檔用機器剝開來，剝出來嘅學嘅，了就當飽滿，撒下來就本地，擘開按做正港嘅當椒蚵仔。烤的話就直接放上去嗎？直接放上去。冬天的蚵仔比較小，夏天來那個就越來越大。越大，哎。大概要烤多久？髒了差不多5分了。哎，5分最好吃吧？对，里面湯汁啊那個都最飽滿的時候，因為你那豬胸骨也。但是我們還是有遇到有一些客人，他不敢吃太深，他會跟我們建議一下，哎，熟一點。哦，哎，這已經開始。對，這已經差不多快5分熟。已經開始在。它一般我都會是烤在它稍微微髒，我就把它夾起來。噴水哦。那這一顆就可以吃咯。可以吃了。啊，這個啊，像我今天呢，是因為平日你才有辦法這樣跟我聊天。對對對，假日的話不贏。安那粒，哦，這粒水啦。這樣子還不夠肥，不夠飽滿。那你那是夏天哈？哎，更愈飽滿。夏天更不得了。啊，這個，安尼剛光是安尼提啉。哎，直接把它拿着喝。好鮮的那個味道啊，就是很老啊才有這種味道啊。我要來吃這一顆了，很寬哦。給它一點，夏天的時候會大它的幾倍啊？2倍。2倍，就是飽滿度。不好意思哦，拍攝哦。俗語說一句話，生家都無夠，所以無法度拍乾。哦，啊，所以你若假日的時候，你講賣講來食來食。阿聰所講，去學的出嚟辛苦錢，故說學的學過後，佢哋就會想辦法，本來人都可以當嘅辛苦做得有前台嘅所得。故說。無論係蚵仔煎，也係葡萄金黃又脆嘅蚵仔包，想盡辦法，目的就係本4個嘅人客會多進來。今日阿聰嫂攞葡本牙嘅蚵仔包食到黏黏黏，哇塞！佢講，啲當椒別款嘅無，但是蚵仔是燙海，盡量食，因為這是阮會用予人客上起碼嘅幸福。台灣啊！好嘿好好，人嘅報道好嘿好好。這樣哦，台灣啊，就係人講嘅，當時嘅幸福嘅秘訣就係唱安謠。以前啊，我們剛開始這個樂團成立的時候，就在這個橋下，中間這一塊。對啊，那麼我們7、8個人就在這裡演奏，哎，那個天氣就有點像這樣了。啊，有一次啊，連那個譜架都吹倒了。我們在這裡練了將近半年了。真假的？我現在都皮皮支。有時候下雨哈，那個雨都還會淋過來。所以有時候我們就看雨下這邊，我們就向後轉，就被讓它去淋雨的。所以雨跑不掉了，就在這邊慢慢彈。有一次那個有一個林先生林茂榮，他就過來騎摩托車過來，就看到我們在這邊練，就說：哦，你們在這裡練很辛苦啦，那倒不如到我們中廚去練了。那我們剛開始8個9個，後來變成12個的時候，大家這個12個可以成立樂團哦。那我們取個名字就取什麼？就取橋下國樂團，因為在這個橋下，而且這最有感情，大家就這種爽固然，但是就有感情嘅名。嘉義水上橋下國樂團，就10年組織來講，佢哋絕對做得講係嘉義鐵天堂，因為30人嘅成員，平均年紀有69歲。總設施行較超過20世紀嘅綜合，咪就係講有2000人使用。樂團前特別嘅位數，就係成員有6股1股較加，兩有殘障輸插。不過，就算係安尼，橋下樂團嘅創團目的，係用音樂帶俾行較多嘅人快樂和希望。嚟下，就問大家看一下，乜嘢叫做嘉義鐵天堂？會使拍波啊！大家好，開始。
拍谁？我是张善伟，大家好。慢哦啊！我刚才在外面啊，这样子看进来啊。我刚有介绍，这一位是银发族的第1名啊，是您哦？不敢当，你是冠军哦。冠军特优。冠军特优。阿公打来都啊，蔡大哥说大家平均年纪大概有70岁左右，真的假的？平均70那不得了，那里面应该也有80多岁的，快90岁的，真的假的？要到80岁。要80啊？啊，这位恭喜上少年，一定爱称呼你叫少年的，你就会欢喜。少年的你好，哎呀，OK。啊 ，give me back，give me back， 知无 ？give me back 就安尼爱拍。少年的你好，哎呀，OK。啊 ，give me back，give me back， 知无 ？give me back 就安尼爱拍。哦，你要做少年，你嘛爱小了解少年的是安怎？少年的，少年的爱啥子安尼 ？give me back， 像怎样 give me back？ 你给我表演一下 ，give me back。安尼啦，少年安尼啦，少年的 give me back。哎呦！少年的经验85岁，你看得出来吗？年纪大的好处哦，就会较有智慧。含甲可贵的是，做得随时就有欢喜的心情。成军2年，桥下管乐团到各大医疗院所、老看守所行透透，用佢哋嘅音樂安慰踏實唔安心嘅人，像我用嘅行通，因你顯佢係前世團嘅出神發通。今日橋下樂團嘅行程係到附近嘅安養院表演管樂本演度嘅阿公阿婆堂。老人家安慰老人家，聽錯哦，當地人想要當本人佩服。哦，大家衫換好都無同款了哈，男的帥，女的美呢，都帥哥跟美女啊，所以待會就要直接把我們彩排好的要在這裡演出嗎？對哈，哦，我要再跟各位講一道哦，總共加起來啊，差不多2000人是迄個千歲樂團會哈。啊，阿公阿媽，咱要來欣賞是月光小夜曲，請欣賞。橋下管樂團係一個試做公益、唔做商業演出嘅立案社團，運作勞公會演出嘅經費，全部都係阿公阿婆自家出錢嚟做嘅。4張嘢1500元，唔拉哦，就隨意補件。不過絕對無對外賺錢，咪就係講，記得哦，愛表演不賣人堂，就表演不賣人堂。故說，無論係課上朋友，也係潛地中嘅人，用在團長嘅話來講，所謂演出攏是為了快樂，就是講做爽。咱要来欣賞的是雞娘代表我的心。但是大姐，要欣賞之前，我有一個問題，我想講，咱這內底啊，這內底上少年，你甲大家講一下話。早來我同我咧講，這一個阿姊元夫，這阿公啊，老人過老人，這個很對的。尤其是即馬，大家真哈，真的哈。尤其是今嘛，囡仔拢在城市工作较多，我家也是啦，我都在台北打拼哦，我爸爸妈妈都在苗栗啊，所以我觉得哈，像我的心愿就是爸爸妈妈健健康康，啊我拼命赚钱，所以爸爸妈妈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呢，好不好？啊你嘛是呢，你嘛身体要顾好，然后这样年轻人才可以往前拼呐，哈。啊，继续啊，大家顾好，啊继续咱过来，我过来继续欣赏。好，谢谢。
对出世界人开始，俺哋都冇办法唔行到生命嘅秘诀。请问你伤心嘅係女仔嘅靈魂，永遠希望後生。故說老嘅世界，俺哋千冇有安樣嘅感覺。生死受活，從頭我想起幾條對生活無用嘅頭擺嘅事情，橋下國樂團嘅成員，其實臥虎藏龍。佢哋有係成功嘅企業家，有啲是啲大學教書，有一啲監獄度做管理人員，佢哋為啲亞世界做得天數平台嘅老人家，可能就係因為佢哋曉得挑剔頭擺嘅講法，還看清楚自家唔係後生人。差哥，你講咩度啊？你咩度？我洗腎，你们先去中途那边，我洗个肾马上回来。啊？洗肾啊？现在？去？没等你洗肾哦。洗肾免休困，啊，就睡过过啊。一真正看哦，看你睇下，好，大家要休息啊。没了，跟我们专业洗肾嘛。过来，我讲哦，您，我真的被你们好感动呢。我买宪章。你买宪章哈？好，我讲唔办签名会哦，拢是阿公阿妈，就有尴尬啦。有啦。有吼。好似条海啊！等一个条啊，你看啦。迄个条啊，敢有分大细？这限制级耶，限制级哦。所以一般呢，烟造完呢，大家都会在这里这样聊天吗？是啊，吃东西啊。这个北港的土人，北港的也来到这里了。大家以前拢熟悉吗？没啦，没有吗？大家熟悉啦。我重点还是团长比较帅一点。啊，大概是为了团长来啊。认真说来了，当时吴老师，我会认识吴老师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嘉义救国团指导社团的那个国乐啦，那我就请老师啊，我们这边能不能来指导了？他说我住斗六呢，我说老师你就辛苦一下了，请去看买啊你啦。结果一教了2年多，越教人越多，越教人越多。那老师觉得大家学的怎么样？都很好，所以他们在晚上都说抱琴会睡觉，然后抱着琴，然后微笑，然后他睡觉的时候会微笑，你知道吗？我大概可以感受，但我抱的东西不一样啊。但是哦，我因为啊，其实老师你不要听懂他的话。老师说他抱着琴睡觉，因为他太太的名字叫琴。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啊，真的哦。我所以外面是秦小姐就对了。琴，钢琴的琴，跳表演舞啊。哦，哎，了解。好啦。最主要还是大家很快乐啦。带着大家气氛很好，就像一家人。而且大家都看起来就是很健康。对。然后。笑口常开，大家都就华裔，这也是给很多老人家，就是长辈有一些模范。像我今天在安养院这样看到啊，我就会觉得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需要人家照顾的老人家，跟你们在台上也是老人家，然后两边这样子互相在你们照顾着他们，然后他们很满意的，有的可能在困啊，有的把就安尼客，唔知在想啥，有的听到就欢喜的，底下拍扑啊，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就是一个很感动，然后而且是听到你们刚才说的商业绝对不做，我们就是发挥自己的能耐去帮助需要帮助。商业的我也要做到，你结婚那天我就没做。好，做了 ，OK， 好，这样我好幸运哦。這係一個同特別嘅經驗，因為前世樂團提倡人哋，正經嘅好福氣係對面對時間嘅勇敢來嘅。也就像在團中強弱，仍然要寫500嘅嘢，不過啲嘢喺面上看起來，唔絕對看唔到一絲嘅平痛嘅樣嘅，人都會落，會平，條白嘅講緊，咩冇可能個出現。不過你唔係嘅笨蛋就冇應該變做安尼嘅遺憾。前世安尼做得像橋下嘅前世樂團強樣，啲老嘅時節留到驕傲嘅風範。你在橋下說的那個，對齊啊，就是自己繡的，哪一位繡的？港英嘅膠紙桃係十分有名嘅，啲研究嘅工地背度啊，有當層嘅傳統意涵。故說日本人啊，很幾樣都港英樂器。喺地背度哦，有200棟特別嘅短哨，還有模特嘅夜王友。
古所行下增加其神秘嘅面貌哦。日本时代喺法国博览会度对台湾工艺来嘅搞自首，以是蒙人比得嘅技术相当太假。嗰時參加嘅國際上嘅朋友，我攞佢係台灣特有嘅技術。稿子嘅流派做得本做漸染老稿子頭兩態流派，新傳嘅意思也從家己新港體系遷到。稿子藝術啲一王過後，流派多甲各有特色。基本日，因為拜訪嘅就係漸染老稿子頭兩態流派都同強嘅陳忠正老師傅。老師，我唔捌看過，這廟即嘛是咧重建，還是才開始起啊？這新建，新建哦。哎，對，這完整的大廟。哇！新建的大廟。啊，這內底咱即嘛鐵架這搭起來是在建什麼部分？這陣拄啊，這橫梁的部分哦，我咧搭迄個腳趾頭的紅啊刀。哈，腳趾頭哦。哎，對。我就是為這來啦。哦，安尼，我帶你去頂頭看嘛。哇！哦，來個多好是時間呢？了解腳趾頭是啥物物件？哦。肚好啊！這腳趾頭哦，阿公講是這嘉義上出名的嘉義燒嘛，嘉義燒對。啊，伊到底有分什麼門派？我啊，伊甲一般為什麼無共？哦，我淨係想講，用聽袂清楚，還是用看的？這吼，這款就是吼，這高溫燒，都一個。這隻獅會獅毛，這就是傳說中的剪黏。哎，對，伊這形狀吼，攏用手工去甲做出來。哦，啊，這個毛吼，即擺科學較進步，咱用機械去甲當這個毛仔形。哦。如果這隻獅啦吼，若要講用較早用碗，安尼看剪，這隻獅可能要做3個月。你講啥？你講較早是用碗，一片這頂碗咧。這毛一支啊，看下夾，無啦，這若碗吼，都要做3個月以上。哦，啊，若一間廟，攏總是用這個安尼，啊，偌久才整得出來？你若比如講，像咱這間大廟就對啦吼。咱若講純粹攏用手工來剪的話，吼。這間廟可能啦，譬如講4、5個師傅啊，吼，可能要整咧差2年。整2年才整得出來？整2年才整得出來。哦，安尼無啊長的，啊，甲用手工甲換出來，這兩個計數差不多差偌濟？差不多，我咧甲算吼10倍以上。10倍以上。甚至為的部分也個不止。廟方嘅文化，一直就係稿子藝術做得保存嘅重要基礎。稿子界嘅太廟餅廠，一直以來就係企業文化嘅民間大事情。老師傅講，人工嘅餅廠就係起廟嘅時節，都會請兩組稿子藝師來分別從事廟嘅活動。不過聽出我以為係頭擺係講藝師餅廠樣嘅，單單做得名揚四海，係輸脫嚟啊，佢就冇人會來搶。嗰時，陳老師傅就喺啲新港豐田宮嘅餅廠度一戰成名。喺啲19世紀年得到嘅囡仔曬嘅愛好。師傅拍攝交了哦，你冇贏哦，哦，好漂亮哦，很強哦。老師，這個就是交趾燒了哈。哎，對，我剛才在那邊看就已經很了不起，然後到這麼近的距離看，哇，不得了呢哈。嘿，這目前可能是咱全省哈唯一這橫梁的部分。嘿。碰這橫梁攏平面嘛，吼，攏是用畫的，攏用彩畫爾。嘿，啊，因為這算陽光較會照射，吼，容易褪色。所以講，阮用膠燒甲表現，算這全省獨一無二啊。這個咱俗稱的飾品啊，文王請太公，晉江太公對不對？對，渭水聘賢。哦，啊，這就是大順。大順。哎，啊，這堯聘順。哦，禪讓。哎，對。堯舜的禪讓政治那時候。你看啦，樹幹檔啊，有冇？有的沉，有的淺，你會知道是否很立體啊？你古時候就會那種釉料。對，膠趾頭伊釉色是較融化嘛。哦，所以講咱若微順，哦，伊會自然流露。
深的伊就会表现出较深的色。较铺面的就较浅，安尼所以讲足自然的。真足自然的。以前吼，去庙会啊，拢敢若会看到迄个木雕，无就石雕。像这啊，像俩，因为这拢伫较悬的所在。对。咱无安尼机会，我今仔行到遮，安尼特别，安尼看，遐尼近，安尼来看，你感觉哇，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真的是厉害的吼。稿子手用的釉，一出就系各流派之间的秘密。传统庙方的稿子手，釉色大部分相应又发白。懂得讲的是，就传统技艺来讲，当代的民间艺师多多少少会脱炭，有好的技术实赚唔到钱。不过，工艺稿子手的情形实当无穷样。咱遐坚持讲伫台湾做，所以讲这个工艺绝对袂使后灭，一定要永远谈咱台湾家。好生存落来。但是讲爱坚持落去，比如讲，敢有遐尼侪庙的，一直去，一直需要讲爱这交子烧。你像讲，譬如讲，我16岁就学师啊，做42年嘛，吼，将来也毋捌当过。有影朋友做42年毋捌当过，真正毋捌当过。做40几年，毋是歇困啊。使歹势甲教了者吼。就问下咱敢真做几啊？你毋知做偌久啊吼？做30几年啊。两位拢是做30几年吗？30几年。敢真正像老师讲的，拢毋捌听过？毋捌嘞。真假是恁做上班还是工过遐济？啊？真正啦。工过遐尼济，按多细好做？像这个工程差不多要做偌久？来啊，这干那内塑的部分，可能算咱师傅落去捏就对，捏，可能要捏了3个月。安尼还3个月？蓝漆色安尼。我直接安尼看，这大家拢是手工艺，这拢跟一般无同款，这处理方式哈。这立体。贴的上面每一步都是很细的那种工艺，迄不是刚刚讲安尼给搭起你安尼。我看安尼像拄啊为阮来个即嘛，舞个即嘛拢差不多拢是这几点的哈。这不真无遐简单。目前可能是咱专线哈，唯一。这衡量。照陈先生的讲法。就讲术艺无好好，希望一个稿子艺师想要创建玉态色，绝对无困难。不过就像老师傅佢哋讲的，稿子艺师除了要有当好嘅工艺，体力要当重要。因为一日下来，除了吃饭、骗数以外，差唔多全啲家当做事。硬条来讲，佢就做呢宣传艺师度辛苦嘅一曲。安尼，再搁甲切小片，安尼，搁来动作就是安尼，开始剪，咱即摆要做一蕊牡丹花。这是牡丹花瓣啊。对。咱爱剪这个形体，安尼起来，这安尼看起来，咱敢若做劳作，我细汉足好做。且一般学出师会晓做一年爱偌久？爱3年4个月以上。我爱学起呢，你若学袂起，我无人要请你呢。安尼爱学3年4个月？你毋知哦，3年4个月，若要算起来一个皮毛呢。哈？嘿，我巧人干嘛爱学遐久？你毋知啊？大家拢咧笑。系啊，无你看要为头学起无？为头学起爱先为倒去，真啊！即摆真诶无遐尼侪人咧做啊。少啊，即摆少年行艰苦啊。艰苦。系啊，就较无爱做即个。伫外口拍日啊，还是爬悬爬低啊，因惊，拢较惊较服务业去啊。这一工若真正做，你讲一工2500，爱做几点钟？普通正念咧做是拢8点钟9点钟啦。爬悬爬低咧。看天气啦，你若热天人拢会做较长啊。互安尼花瓣就拢起来。你那动作遐紧。哎呀，互你念一块看卖，互你教一块。我你照安尼吼，这样甲教看嘛，用摇的安尼。这吼。就安尼，夹的。夹的。夹的。爱较这个尾溜的。较这个尾溜的。较这个尾溜甲伊夹一了个是。来啊。我就是来啊，你无看啊？我开始做了，你只能对我较尊重了你。人是要有，总是有开始嘛。你剪指甲是？
那像你这样剪吼，一斤就可能要剪10外重。但是你看，我若剪10外重，一工2500，我赚足济呢。阮较早学啥一工5块。啊，即马5块钱。较早5块，啊，即马若真正我来学师，会使偌济？即马学师可能头，若要讲以学师工开始就对啊。嘿。应该是差不多300块、500块安尼。一工300块、500块，啊，我若一个月，比如讲我一个月做20工，啊30工我周休2日，拜六拜日来休困，一个月要休8工啊。节日嘛要休困，做20工，一工做一工300，啊一个月啊一个月6000了。但是阮较早真正5块呢。算了，假装很快这样。其实都没有捡到，这真系无简单啦！我做一片要做遐久。拄头学拢生成安尼。是哦，好啦。我到今嘛还咧学咧，学久就晓。学久就晓，我即摆第一工啦。这个野花瓣，嘿，我帮你摕啊。我安尼捡。这伊外围，哦，牡丹花。咱前摆过来。花中间花瓣。稍微粉红色的。嘿。就算凊彩做来，一类牡丹花网就爽白白的。陈先生还喺动欠的讲，在讲义，历史系古范网的基本素养。佢讲，头摆老师傅在教师的时节，总会老佢哋讲，大学者才会得人听。需要端正的，唔但像係技艺，教字意思还较需要调出嘅心性。佢讲。我的稿子的图像差不多都係有關忠孝節義嘅故事，因為佢哋起嘅係一般百姓嘅信仰中心，係大家心靈嘅處所。咩因為安尼，喺後義嘅過程度，佢哋傳承嘅唔但淨係講義時嘅技藝，傳承嘅係錄義時佢哋敦厚嘅心性。啊，為什麼你這片看起來敢若花吼，長咧開啊？這那安尼，規個粒我多大？你多大啊？較白啊？傷白，所以。啊，较徛一撮，所以规定正咧大的时候要早较起来。嘿，这样比起来真有差吼。不过咧，戏团、舞团也系乐团，像系用艺术文化嘅表演团体吼，从头咧飞升到台北，也系高雄安样态度是，为了都市增加含较多嘅文化气息。唔过了點喎，都講義啊，有一群學生嘅哦，佢哋啊為台北轉到故鄉來，做嘛咧？其他就希望用劇場嘅方式，為在地嘅學生嘅提供一個成長嘅舞台，還有哦，你聽出嘅在地象徵文化嘅催化劑哦。來，貝克，我們再一次。不要講話。有人先起來了，不要衝起來。好，沒有。還沒啊，阿陽啊。來，所有人上來。好，所有人上台。內道也可以走到。因為我們以前都是南部小孩去台北念書嘛。對。我們在台北念書，剛開始的時候都會被說，哎，你們哪裡人？然後你們嘉義人，那嘉義在哪裡？然後這些事情，因為我們念戲劇系，所以我們要看很多戲啊，或去很多看很多作品之類，都是在我們高中的時候沒有辦法接觸到的。別人就會說，哦，你們就南部啊，文化沙漠啊，這樣。用手勢那邊好不好？來。好，然後敬禮。我們有這樣的熱情，可是沒有人帶我們，沒有讓我們有那些管道可以去發現我們想要做什麼。對。所以我們想要回來。1、2、3、4、5、6、7、8圖1、2、3、4、5、6、7、4拍走1、2、3、4圖1、2、3、4拍1、2。阮伫福羅花地度簽有群體意識的詩，佢做的係人老人之間嘅鬥氣攀，要做的係人老土地之間嘅依戀。原劇團係一個講以肢體做基礎嘅戲劇團體，成立嘅想法係培養嘉義人嘅語文參與能力。9年劇團正式立案以來，佢哋喺嘉義推出嚟將近120場嘅大大小小嘅演出，要增加係15000嘅唔是買票看戲嘅觀眾，成立7年了掉嘅錢。不過原劇團要創造出
跑跑滚的长春。一开始想说就好玩嘛，就在台北，然后因为我的大学同学是赵谦，就是我们现在的团长，我们都是嘉义人，他们又是大学读一样的，想说不然暑假寒假没事，不然自己做戏，自己当做经验值练习好玩这样子。所以当好一开始是好玩哦，对，请大家一起来玩啊，来看这样子，然后都会到一些，比如说月台上面去演啊，或是到公寓里面去演这样子。所以这是比较简单的吗？对，好，就因为我去嘛，反正在学校都是剧场面做，回来嘉义说，既然没有剧场可以给我们用，那我们就在公寓里面演。啊，认识老师，拜托老师，拜托给我们。是老师家里的，真的假的？真的。所以那个公寓是空下来的地方，就是老师平常有放一只自己的东西，我说老师拜托那个2楼借我们用一下好不好？然后就2楼一个大概2-3坪的地方吧。可是2-3坪人应该没几个吧？没有，这样比较容易客满啊。因为观众大概20个人坐满，而且超满到不能动这样子，满到就是有把沙丁鱼当看戏都全部都挤成这样。观众人数有点多，大家稍微挤一点哦这样子。那可是那演的，比方说大家排练一出戏是随便乱排的吗？没有，我们大概花2个月排这出戏，所以排了2个月，演给20人看就结束了。没有，那时候想说20个实在太少了。所以我们决定就是好，我们那演1个礼拜好了。所以是拉长。对。但后来算发现说，其实也是只有140个观众来看跟我们演戏而已。对，140个，蛮少的。那一张票是50块，一张票50块，也就是演出1个礼拜，然后场场爆满，总共收入1000元不到。对，因为还要再扣掉一些成本呢。对啊。那怎么办？因为就人少，所以其实来看都是好朋友，就是都自己在玩乐性质这样。而且我觉得过程其实我觉得比演出还要精彩。一直到太好朋友以前，软剧团就会用安样的方式来接近自己的故乡。很较难得的是，虽然佢哋开始思考，因为到港语当下剧场表演嘅紧，故所在创团过后嘅第3年，港语嘅初戏剧节就安样开始。其实你都会想说。会这样吗？你知道有时候梦想许了也不一定会成真。可是我觉得这群孩子让人家很感动的是说，他们真的让梦想成真了。对啊，你看草，你没有播种，怎么可能会有收获？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代带一代，像当初也是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曾经因为喜欢艺术、喜欢表演，那也是在那时候有遇到一些老师啊，或者曾经支持，所以你就会觉得，走这条路让我觉得，我的天分可以发挥。那我觉得这些孩子也是，就是说，他们终于在某一个时刻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话。那我觉得对这些高中生，就是你给他一点点，他其实会给你很多很多。在他们苦闷的时候，其实只要有一个稍微喘息，让他们听，然后跟他们讲话的时间，他们就会很多。那很多人就是因为参与了这样子的活动，然后他们都觉得说这是他们生命中很重要。所以他们很多你看到很多来的人都是后来再回来的帮忙，就是今年毕业了，然后明年再来帮忙，然后都是义务的，或是草友会。对，而且我很喜欢他们取草草这个名字，因为我中间有一段出国，然后他说老师我们有草草戏剧节，然后想说不错，这些孩子他们没有取大树啊、玫瑰花啊，或者是那种牡丹啊，就是那种比较漂亮的，他们给自己取这个草草戏剧节，给这些青少年是取草草。那我觉得就代表说他们就是不是要明星或者是要很棒，他们只是要让每一个人就像草草一样这样蔓延。那我就是觉得他们很棒。对，草的一整片。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其实就是很可贵，就是那种春风吹又生这样子。比较像是3D 建构的线这样，然后这个是直接贴死在地板上。我们其实舞台很大，可以玩蛮多东西。镜框开口是1米。像我们长期住在台北的人，其实真的很难感受到一般在所谓的偏乡，对偏乡地区的人，他们对于不管是文化或者是各项社会资源，其实长期住在台北其实是比较难得去触碰到这个议题啦。常常我觉得我们出了台北市就什么都没有了。20年前我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父母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其实真的太过于以
读书为他们唯一的生活的目标了。所以小朋友习惯他们的生活里面，除了读书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那文化艺术其实就是在这一块里面，可能比较容易被牺牲掉的。其实还蛮喜欢跟这个赵谦啊，他们这群年轻的伙伴们聊，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有点担心，原因是因为他常常开给我们一个还蛮远大的理想，譬如说他们希望到各个乡镇去做这种到资源更少的地方去做演出这样子。其实他们这样的理想，某个程度上也是 push 我们持续的往前，这一点其实是我们还蛮感谢他们的。然后特别是每一组你们承受的那个东西真的是超过太多所以说很多专业剧场里面你们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他们至少不用应付学校、应付老师、应付家长，我都觉得你们怎么可以办得到啊？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们这些戏都可以办到，我相信你们人生未来没有事情是做不到的。然后我会希望说，以后在你的人生不一定你要变成演员，但是要请你记住，在你有一段时间那个 moment， 曾经有一群人。跟你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所以我要请你们时常回想到这美好的时光，这个会陪伴你人生很多的难关。这场仗我们打了半年，我们现在才完成一半，下个礼拜还有最后的一半我们要完成。那这件事情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做，所以我们最后来一个就是最后的加油加油加油，好不好？请你们一定要 enjoy， 如果你们没有乐在其中，我们所有的大人都要哭了，因为我们就是希望你们开心、你们快乐，所有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非常 enjoy 这件事情，那以后就会变成我们10年后、20年后、30年后的最好的时光的机会。OK， 好，预备，早早戏剧节，加油，加油，加油！我也是17岁，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很感动。干部，嘉义体育六间高中组成的戏剧综艺，在舞台上创造的另外一种可能。眼票来讲，佢哋可能係後生，經驗還未當好，不過佢哋表現出來的熱情、老勇敢，是種切膚受用的感動的特色。也就像李先生最講的，初初的精神強陽，春風一吹又返上，需要劇場家嘅成敗滿少欠佢哋，因為唔留喺台北發展，因為相對嘅資源應該做得本縣劇團有限較多嘅機會。不過佢哋應該，佢家己嘅生意好用，而你真心嘅心。在阮劇團所有嘅成員大變下，由戲劇嘅經營當你故鄉嘅想法天窗嘅成功，因為所有安排嘅行通，一開始都是喺細細碎步，不過佢哋有做得本家己嘅生意呢，以為耳目春風嘅感動。應該再給他們一次掌聲，快點！好不好？不管係傳統經驗嘅延續，也係新一代語文嘅傳承。我相信嘉義嘅未來，天空做得變做一隻新嘅 Q 嘅藝術，全部做得保養嘅嘗試。
因为也伫要对所有的创新，全部係对嘉义的人对这个故乡深沉的情感来。烘到了，牛皮都加海水无烘到了，牛命都加好把无烘到了，牛看到加江山无，牛汤到北宫小男嘅小生烘到了。好嘿好好，台湾啊，好嘿好好，应该报道哦。好嘿好好，台湾啊。